南投，这个是南投人爱关心的消息。凊彩等粪扫甲废弃物的行为，真正是愈来愈罕。玻璃镇地母庙边的铁盒步道，逐工拢有真侪乡亲去咧散步。想袂到讲有人就这么公德心，将这个规台车废弃物直接就等伫这个步道边的杂草中。这个过程，互民众翕落来，甲这个玻璃镇公所检举。 有人在规车废弃物直接对步道边仔等，过程拢互民众翕来。这是伫玻璃镇地母庙边的铁盒步道。会有点生气吧，因为是大家休憩的地方，然后这样被弄脏、弄乱了，是觉得很不 OK 的。 民众甲影片提供予玻璃镇公所检举这种不法行为，关务环保局和警方嘛接到公所的通知，赶到现场进行采检，了解状况。那个瓷砖类的部分那这是一般室内废弃物啦。好，那这个我们会用废弃法的部分27条第1项第2款是采罚。不要心存侥幸啦吼。咱其实玻璃公所这届有教咱中途的这个线有100支的这个录影监视器分布伫咱各个重要的这个街道路口。 环保局买照废弃物清理法来罚2200块到6000块罚款，好民众爱有环境保护的观念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